主后2023年9月24日，西教会主日礼拜。大圣，咱来听读圣经撒母耳记下卷第13章29节到39节。押沙龙的部下照押沙龙的命令杀暗论，王的囝儿拢爬起来，徛家己的罗逃走。因还伫路呢，就风声传到大毕，讲押沙龙杀死王所有的囝，无留甲半个。王就起来拆利衫，倒伫涂骹。王的人臣嘛拆利衫，徛伫伊的身边。大毕的兄哥是米亚的囝约拿达，甲王讲：我的主，毋通想讲王的囝拢互押沙龙杀死。死的简单，暗论若定，因为对暗论侮辱伊的小妹他玛迄日起，伊就已经有即个意思。当我的主，我的王，毋免为着王的囝拢死，即个风声心艰苦，其实只有暗论死若定。迄时押沙龙已经逃走，守望的人举头看，看到一大群人对后面山坡的路落来。约拿达甲王讲：你看，王的囝拢转来啦，拄照你的仆人所讲的话，拄仔讲煞，王遐个囝就到，开声啼哭。王甲人臣嘛拢大声啼哭。押沙龙走去阿米弗的囝基述王达麦遐，大毕逐日为着伊的囝伤心。押沙龙走去基述住遐3年，对暗论的死，大毕王无搁遐尼悲伤，就无搁对押沙龙生气。暗论、他玛、押沙龙，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家务事往往是每一人甲家庭上界亲切的难题以及痛点。圣经中讲，自人类第一个家庭亚当夏娃一家，就讲起因的大囝该隐杀死小弟亚伯的故事。到伫最后数的时，约翰福音第7章第5节讲，因为耶稣的兄弟也无信伊。家庭通讲是上界亲密的所在，毋过家庭往往也是人生一个真重要佮主要的战场之一。咱伫今仔日要探讨圣经的范围是撒母耳记下卷第13章到14章，遮主要伫讲到大毕家庭的问题。这真正比一般的家庭搁较复杂，也是非常严重的伤害甲冲突。大圣咱看分段。第一段是13章第1节到22节，暗论强奸他玛犯乱伦的罪。撒母耳记下卷第3章第2节到第5节，以及第5章13节到16节，有讲起大毕伫希伯伦做犹大王的时，有娶6个某，也生6个囝，其中暗论是伊的大囝，押沙龙排第3，是基述王达麦的查某囝玛甲生的。大毕伫耶路撒冷做全以色列的王，也伫遐娶袂少某，生袂少囝甲查某囝。大毕当年带兵征战伫沙场，所以伊根本无心力好好来经营伊的家庭，以及甲遮个子女的亲子关系。直到
家庭问题甲产生的悲剧也大大动摇国本。话讲，台北的大汉囝暗论也是以王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竟然毋知见笑是非对，伊看介意家己共爸顾母押沙龙的小妹塔玛的美色，小弟阁想要甲伊困，阁病相思。伊的即八兄弟约纳达是伊的好朋友，也是狗头军师，就替伊想计策，设计，互塔玛亲自替伊准备餐点，骗伊入房间，甲伊强暴。塔玛虽然有反抗，毋过也毋是暗论的对手。暗论犯即款乱伦的罪，是摩西律法无容允的死罪。以色列古代虽然有近亲结婚，亲像亚伯拉罕甲撒拉也是共爸顾母的兄妹，毋过毕竟这并毋是上帝摩西的律法后来也禁止近亲结婚的风俗。塔玛苦苦哀求伊的兄暗论毋通做即种伤风败俗的代志。凡说若请求王，还会当有得准的机会。毋过暗论毋听，强强侮辱塔玛，了后阁对爱转恨，算算咧就甲塔玛赶走。讲起来，暗论非常的霸道、变态，而且是真无情。因为安尼，孤立无援的塔玛哀伤三恢复，拆哩彩色的水衫，绝望得哭。塔玛的亲兄哥押沙龙知影即个代志，收留保护伊的小妹塔玛住踮伫伊的厝。若是台北听到即个代志，敢若表示非常受气。咱伫现代台语版的圣经有看到下面标注甲古卷讲，若无甲暗论责备，因为伊是大囝，台北阁甲伊挺身，因为安尼也种下押沙龙想要替伊小妹塔玛出气，报复暗论。另外，押沙龙也怀恨伊的老爸台北是老犯癫，毋敢管教暗论。第二段是13章239、39节，押沙龙杀死暗论，替伊的小妹报仇。押沙龙密藏2年久，一直想要找机会甲办法，安怎互暗论好看，一刀就互伊死的方法甲计划。到伊真正等到伊利用剪羊毛的机会，接到邀请郑王的囝去东陆的机会，互台北出面答应，互暗论代替伊去赴宴。无拍算押沙龙伫遐组织训练暗杀队，直接甲暗论做掉。郑王子惊甲赶紧逃命，台北也掠做伊的正囝儿，拢互押沙龙杀死，也着惊大吼。该在遮的郑王子拢好好无代志，毋过押沙龙虽然杀死暗论，伊也诚侪杀人犯，只好逃走去投靠伊的外公技术王达麦。台北也伤心悲痛，3年久了后才得到安慰。台北虽然责备押沙龙，毋过伊还是真疼押沙龙，也诚思念押沙龙。第3段是约押设计接押沙龙回京，14章第1节到33节。
约押是大笔军队的元帅。约押未输是大笔腹肚内的面孔，知影大笔的心思在想啥物，咧思念伊的囝押沙龙。约押也知影这是伊搁受大笔重用的一个好机会，伊就去找一个当当时俗称智慧婆的妇人人，编造一个故事，讲伊有两个囝互相冤家相拍，其中一个甲另外一个拍死，全家族的人要爱迄个枵活地的囡仔也甲拍死，来替死去的报仇。寡妇真悲情，因为若是安尼，伊就两个囝拢死。大笔约出这是约押的意思，就去甲约押讲，你通去甲押沙龙接转来耶路撒冷。只是押沙龙转来了后，大笔也并无见过押沙龙。押沙龙转来耶路撒冷，就一直伫等机会要见伊的父王大笔的面。毋过经过2年，拢无见着面，伊就想讲找约押来牵线。起初约押也毋爱伤招摇，来测着大笔的意思。毋过押沙龙挑剔过烧约押的卖园，逼伊出面见面，安排互伊伫大笔王会当来合演爸囝团圆的戏出。大笔王也果然重新接纳这个不孝囝，只不过押沙龙伊的心机非常重，这也只不过是伊想要方便抢夺王位的一个必要手段甲过程若定。咱对撒母耳记下卷13章到14章，咱有学到甚物款的教示？第一，咧讲到着犯罪毁掉人生，佮败坏家庭。早前大笔甲拔示巴通奸，佮谋杀乌利亚，受上帝所派先知拿单责备。大笔虽然有悔改，毋过伊也着爱担犯罪所着爱受的刑罚。上主讲：我要互灾祸对你家己会加起来攻击你，我要伫你的目睭前将你遐个某互你身边的人，伊要长头白日甲伊做伙困，你伫暗中做的代志。我要长头白日，伫以色列众人的面前，互遮个代志发生。遮个代志也果然偷偷发生，应验伫大笔的身上，甲伫伊的家庭。咱读过约书亚派军队去攻打即个耶利哥城的故事。迄中间亚干偷抢耶利哥城的财宝甲水沙，也因为安尼连累以色列人伫爱城之战受拍败，因为因伫对敌面前活转身逃走，是因为因诚侪应该受毁灭的。大笔的犯罪，因为伊无好的性格，也致使伊的子女、伊的囝儿变本加厉，任意犯罪，互家庭陷入伫乱伦、谋杀、逆伦的遮个风暴。大笔的功劳并袂当抵消伫伊的过失甲罪恶，总是上帝的慈爱甲怜悯也无离开大笔的家，所以咱以后会看到大笔的子孙，虽然有
好王，毋过也有歹王。到伫最后所记录诚侪迄位坐伫大笔诶家最永远诶王，也应验上主对大笔所立诶约。大笔王，伊是虔诚人，对上帝诶赦免得到新生命，通重新做人。毋过，即条赎罪之路也苦难不断，昔日媠仔也毁灭着伊诶家庭。圣经讲，这个是咧提醒咱罪诶真实以及罪诶可怕。人若犯罪，可能毋但毁掉家己诶人生，也会败坏伊诶家庭。第二，细空诶若无补，大空诶就叫苦。俗语咧讲，细汉偷挽匏，大汉偷牵牛。囡仔若自细汉就无教好势，到伊大汉，有时阵检彩会歹教变匪类。大笔王诶家庭，某济囝济，自然家庭诶纷争问题也比一般诶家庭较复杂，搁较学得处理。毋过最大诶问题关键，也是伫大笔本身，伊是王，也是这个王子公主诶老爸。到底大笔伊采取甚物态度甲方法伫培育因？显然，大笔是用挺身掠做实听，用放任当作是管教。结果伫众王子诶中间，大囝暗论变做小霸王，侮辱糟蹋家己共爸顾母诶亲小妹。大笔伫即件代志，干那表示受气，也无任何诶管教，也致使第三囝押沙龙怀恨在心，毋但公然暗杀暗论，后来也叛乱，要抢夺老爸诶王位。押沙龙死诶时，大笔哭甲真凄惨，也插入底仔，互部下也拢起反感。另外，还有一个囝是第四囝阿德尼亚，伫大笔晚年诶时，也自立做王造反。所以大笔诶晚年家庭乱糟糟，几个囝歪高饲带，也互伊诶晚年过了真艰难真拖磨。照理讲，王子公主因所受诶教育是贵族中诶贵族、精英中诶精英诶教育。毋过人性诶歹甲软弱，有时阵并毋是干那靠教育就会当调整，也是改变诶。箴言第1章第7节讲，敬畏上主是知识诶根本。伫细字诶注脚讲，也通译做智慧诶精华在伫敬畏上主。大笔诶囝若会晓敬畏上主，好好学习真正诶智慧精华，检彩就袂受上高等诶教育，却做出上界愚妄、上界歧路诶代志。第三，贞洁善良，流芳千古。塔玛是大笔王甲基述王达麦诶查某囝玛加公主结婚所生诶千金，也就是讲，塔玛本身家世就相当诶高贵。伊诶老母是外邦诶公主，塔玛也是公主。咱若对经文诶中间故事了解到，塔玛伊毋但面貌好看、体格水，而且气质优雅、善良、脾气好，并无傲娇公主诶即款架势，而且伊也真会做料理，
讲起来，伊是一个相当有教养、尊贵诶贤惠好女子。塔玛也捌礼教知分寸，总是真可惜，好人并无好命。伊互家己诶公爸姑母兄哥大王子暗论、拐骗、凌辱、糟蹋，佮放杀，伊诚做家庭性暴力诶严重受害者，而且是发生伫王宫王家，连家己老爸都无出面替伊主持公道，也是讲一句半句安慰怜悯诶话。讲起来，塔玛诶一生都好亲像是因为安尼变成做乌有。甲在以后，一个疼惜伊诶兄哥愿意接纳伊、保护伊、替伊出气，只是保护诶方式甲手段也伤过头超过。塔玛贵为一国诶公主，伊诶遭遇是一个性暴力诶受害者。伫今仔日诶社会，伫黑暗诶角落，也还发生侪遮个性暴力诶受害者，其中有男有女，也用女性受害者占大多数。塔玛勇敢暗论拒绝，讲袂使，毋过伫王宫有人看到，有人听到，也毋敢出面来解围，还是救伊，互伊孤单无助，陷入伫绝境。咱读过雅各诶查某囝底那受示剑诶侮辱，雅各诶正囝替伊出气，设计杀死示剑人，历历在目。俗语讲：昔日头顶一支刀，切记毋通行奸淫，因为这是上帝诶诫命之一。咱诶教会伫今年12月第一主日会安排陈丽华牧师转来为伊伫服务诶丽乡基金会请安报告。今仔陈牧师会搁较深入甲咱来分享未婚怀孕妈妈即部分诶议题。大笔诶即个家庭因为大笔本身诶犯罪致到罪诶影响，也伫伊诶家庭发生侪遮个歹诶作用。总是透过即个嘛，互咱看见上帝伊诶公义甲慈爱定伫咧将遮个无好诶代志压出，也是亲像人伫刣即个金仔共款，甲遮个毋是金仔遮个沙质石头沙甲伊刣掉，落尾就只有剩迄个纯诶金，也愿咱看重诶是迄个纯诶金，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伫你面前献上感谢，互阮通伫今仔日圣安息主日通敬拜服侍，也互阮来学习即个圣经内底要紧诶功课，知影罪诶可怕甲罪诶影响，互阮诶生命也当亲像精炼诶金共款来敬畏上主，也得到真正诶智慧诶人生，无行伫迄个歹诶路，直到败坏家己甲家庭。阮伫你面前献上恳求祈祷，靠耶稣诶名，阿免。上帝会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诶，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诶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代代无煞，阿免。